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，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踮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，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得啦，得啦！好啊好，来，莫生气，来，休息吼，来。阿喜，恁着替金良讲几句仔好话，莫定定徛遐拢无出声。恁拢免替讲话啊！若毋是去溪仔边，我就嘛袂缀伊去。我的金孙嘛要搬落去啊！这是毋是？毋是还是我就无是啥物人？你莫搁踮仔假生假倒，莫搁客啊啦！阿妈，你莫安尼啦，金良嘛纯粹是甲你发失的啊。你我点点，才无恁强甲讲话意地，是恁强甲的人害死阮陈家伟的孙啊！阿母，我无甲金良教好，是我对不起陈家。你也知影讲，对不起陈家啦吼，安尼好。上好莫搁我看到恁强家的人啦！阿母，你拢甲我泼出去！你哪就安尼啦？是的，我差也放弃。哎呀，细弟，我的金孙。我只有带金良玉凤离开陈家，阿母才袂搁再生气。你毋是毋知影阿母的脾气，伊嘴硬，生烦恼，你莫和伊计较。我袂甲伊计较。让我伤心的人，毋是阿母，是你。自从福州出代志以来，你无讲一句金良的毋对，你也无讲一句谅解金良的话。我一直想讲，福州甲金良，伫你的心目中，因的地位是同款的。想无到，出代志了后，我才知影，无支手指伸出来。也是有长短。我是因为对福州是较偏心，但是伊才受我亲手骨肉。
我已经死一个亲生囝，我真无法度谅解金良。我甲你同款，我嘛失去一个囡仔，我的心甲你同款的艰苦。啊，不过，我想要看到金良以后，伊心肝内会想讲，是伊对不起福州，逐工伫个艰苦过日子。我无爱看到伊安尼，我一定要带两个走。心妹，刚讲我无法度谅解金良，你就一直安尼走的。你知影无？咱前世人要受偌济缘分，这世人才法度做翁仔某。你哪会使讲走就走嘞？应该甲你做翁仔某，是我前世修来福气。啊，不过我心内真清楚，我若继续阁留咧东家，敢若会惹阿母生气，而且家庭袂平静。为了大家好，我一定爱离开。阿姨，多谢你，这10几年来，你互我照顾，而且表红我的所在，真侪家庭的温暖。我这世人欠你，后世人再还你。给阿妈磕头，谢谢阿妈这10几年来的养育之恩。阿母，你甲心妹小留一下啦。只要你一句话，心妹就袂带囡仔走啊。金龙，玉凤，我们走。阿母啊，你要互心妹带两个囡仔去倒位咧？阿姨，为了阿母的身体，为了等家以后会当平平静静过日子，我还是带两个囡仔走。我们走。走啊！妈。走啊！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
这里很久没人住了，整理整理，我们就在这住下来了。虽然很旧了，可是毕竟是咱们的家。以后我们再也不用受寄人篱下的苦了。妈，都怪我了，没有好好照顾福将，连累也被赶出来。我们不是被赶出陈家，我们是自己离开的。离开也好，免得触景伤情。妈，你这边坐嘛。其实阿嬷她也比较自私啊，她很在乎自己的感觉，从来没有想到说福将的死不是只有她失去孙子哎，连你都失去儿子啊。金龙，妈希望你们都谅解阿妈。阿妈对我们这个样子，并不是因为阿妈绝情，是因为她受不了失去福将的打击。人生最大的悲哀，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。阿妈已经快70岁了，福将的死对她实在是太大的伤害了。妈，这对你也一样痛苦啊！你要受阿妈的责备，就觉得很不公平，要受这么多委屈。金龙，过来。再委屈的日子我们也过去了，今后只有我们母子3人相依为命了。我们一定要勇敢坚强地站起来，不要被命运击倒了，知道吗？我一个金孙乖孙哦，好种的，来食饭啊呢。阿嬷哦，甲你煮你上爱食的鸡腿，好来食饭啊！你都爱加食汗哈。我怎么已经死了？吃饭啊！阿母，吃饭啊！这饭哪会较甜着哈？较早拢是师妹煮的。莫搁伫我面头前讲师妹啦！安怎？你是咧气我讲，甲师妹母仔囝赶出去？你条工结面手咧，互我看迄哦？我无啦。无上好啦，你毋通安尼啦！一个查甫人某一个走出去啊，你敢惊佫带无毋哈？上届无嘛，还佫有一个秀玲伫的。阿母，你毋通安尼讲啦。福将拄仔才过身尔，我含师妹佫无正式离婚，
我无想要讲这个代志。你是真正要我气死吗？你若毋是对金良，对心的遐尼扣恨，你就袂遐尼受气。你是咧甲我教心？我毋敢。毋敢上好啦，有影啦，人伫咧讲哦，囝若还袂娶身哦，是母仔囝；若娶某了，就变某仔囝。你心肝内敢还阁有我这个老母的存在？你干那拢想死命尔？我真正白惜你的呢。阿母，互心的因母仔囝转来好无？免阁讲啊啦，因甲既然踏出东家的大门吼，就免小想讲要阁入东家啦。你上介好吼，甲伊的代志紧解决决的啦，莫阁踮啊拖沙啦哈。好啦好啦，食饭啦，吼。我食袂落去啊啦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哦阿姐，啊你无要做生理啊？较早你阿进伫的时阵，大细项代志，拢是伊咧烦恼，我牵遐煮面尔。伊即马无伫啊，我看这店也维持袂落去啊。啊你来无要去找阿进？有去找啊，啊拢无消息。我听金良讲，应该先搬转去乡下老厝遐呢。对啊，我哪无想到？多谢你，明耀。这是何苦嘞？你和我转来好无？这间厝我已经整理了差不多了，我住遮真好势。我看你安尼，我是足唔甘的啦。你和我转来啦，好无？我去乡公所问过，若要办离婚，只要双方同意，搁规定个证人就会用办啊。我无要和你离婚啦。你即马是我的某，后摆嘛是我的某。当初我会答应甲你结婚，是因为你真心诚意，甲金良玉凤当作你家己的亲生囡仔。即马无共款，你袂当原谅金良，我就袂当甲你搁做夫妻。其实我也毋是唔肯原谅金良，我其实足懊恼的。金良哪会放火将一个人？我拄仔想到这，我心是足痛。我重视你的顾囝，你会安尼想，这也袂当怪你，我无怪你。你紧转去啦，等下因就转来啊，大家见面颠倒毋好。你敢真是无要和我转去？我袂用放金良甲玉凤不管。我再讲，你老母也袂当搁再接受我。这一寡钱，你摕咧。唔免啦，我还有存钱。囡仔读册开销大，爱用的钱还佫真多咧。多谢你，真正唔免啦。金良甲玉凤两个人一捌代志，阮三个人欠欠啊用，有够用的啦。多谢。
去走啦。